位於珠澳邊境嘅鴨涌河環境惡劣同治安隱患嘅問題，長期成為青洲區居民嘅困擾同埋憂患。街眾指出，由於珠澳兩地喺河道嘅管理問題上面責權不清，導致問題未能夠迅速處理同埋根治，促請有關嘅部門盡快建立有效嘅協調處理機制。李麗常報導。珠澳兩地只有一河之隔，呢條河就係全長約2800米嘅鴨涌河。過往喺70、80年代，好多內地居民選擇喺呢一度偷渡進入本澳，即使到依家，仍然不時有青洲區居民目睹有人喺呢一度偷偷進入本澳，亦都唔難發現鐵絲網被剪斷嘅缺口。呢度咁大個窿，咩人都可以自出自入。街總話呢個治安隱患長期為居民帶嚟憂慮，希望當局盡快根治。除咗偷渡客，釣魚人士亦都經常嚟到呢一度釣魚。冇人過嘅，而家係啲人好似我哋啲咁得閒啊，玩下釣下魚啦咁，自由行方便啊嘛，100零蚊搞個自由行落嚟，你唔走就得啦，使咩就話咁爬過嚟啫，係咪啊？過往居民經常投訴河水受到污染，而魚類死咗之後，亦都好耐冇人清理，造成惡劣環境。青洲區居民希望當局喺呢度增設照明街燈，喺夜晚能夠起到阻嚇作用。同時希望兩地盡快協商，建立能夠迅速處理問題嘅機制，從根本處理長期存在嘅治安隱患同環境管理問題。喺中間究竟啲魚浮咗嗰啲死魚浮咗過嗰邊呢？喂，我哋唔做得喎，呢邊呢我可以做得喎。但係做咗我哋放個艇落去，到時係點樣喎？咁呢啲咧就係大家本身亦都喺呢個溝通機制冇，咁就可能出現咗呢啲咁嘅一啲嘅究竟邊個去做？又指出，過往鴨涌河呢一度風景優美，河水清澈，希望當局能夠下決心整治美化呢度環境，將呢一度塑造成為能夠俾公眾休憩嘅場所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李麗常報道。